将于6月17日和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、中华戏曲名家名段音视频工程。
不见你采办东西，要我在家等你回来。四妹，恭喜你啦！阿尼姑，我离家绣花已经1年，家里都很你了。如今四妹回来，我该回家了。怎么，师兄你要走了？你不在家，我已请过满4酒了，只等你回来，似乎有人照看，我便要动身回家去了。阿尼姑，离家1年3年多，从来连他真功夫，弟弟爱你贴心多，年月经你老实苦，有师兄挂着宝贝看英妹，他家我家真多，皆是美。金童手作后台我，一日两内今朝过，恭喜你好花已在宝盆，再两台炮里来讨。四妹，再过几天便是你的大喜佳节，穷阿哥送不起好东西，那这朵纸花略表心意。哎呀，多谢师兄。哎，天色不早，我要走了。阿尼姑，那这里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呐。啊，又叫我做了一双信啊！多谢四妹，哎，让我先穿上试试，快阿姐，阿姐妈，阿尼姑，早上啊是与过去这你重点不一样，啥要穿它，显得衣傲一件，哪一件？阿尼姑。回家门衣衫没为我，就地里头心里从今兄妹2分雨，隔山隔水难相见，百亩年迈也有情，谁人与你做真仙？师兄你回家须趁早，趁早扬眉把红事情。上一个多情同你天造女，过去
一天，要等到5年5月年。师兄终于说了，受你愈好，必能早早出了心啊，是一个好嫂嫂。好好好，师妹说的是理，我依你便是。女公，他们这是做什么？人情人义，朝中出了奸人，到处胡杀作孽。哎，天下又要大乱了，你快回家去吧，在家要多加小心啊！哎。
明月啊明月，你好糊涂耶！既然因你有孤君，今世不久怎为人？终了若难留小事，告白托孤几多情爸爸呀！几人飞泪狂心碎，待明朝旧地里与你80年谁？女儿，你到哪里去？咱女儿明月姑娘今天办喜日，你这个做叔叔的，还不快去帮忙？我看你呀，又做婶婶，又做红娘，哼，太辛苦了。你这算什么话？大伯从小把你抚养成人，你我成亲之时，还为我们欠下一大笔账。如今轮到咱女儿办喜日，你反倒把日不过，真没良心！哼，妇道人家，你懂些什么？哎，我劝你呀，今天他那里还是不去的好啊。他等弟弟也有错，为我还不为家做，昨日花轿到门前，宝宝交错，随着师妹，你不师傅为你拆担东西，路过我家，我把担子牵挑回来了。师傅随后就到。哎呀，师妹，这是明月，明月，弟弟，弟弟，明月。弟弟，你怎么到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明月，弟弟知道你等急了，不要急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弟弟，女儿已经有旨，要与弟弟商量。大伯，来了。啊！哎呀，大伯，你快来拖啊！你看，弟弟，明月怎么睡了？有阿玉在什么？把他送上当担去。哎，快去！季老爷，大伯，这是辛苦爷家的季老爷。亲家路上辛苦了，我里请。安哥，今夜与我共过，把欧当的朝廷钦办小孽种叫出来。爷，我都被你弄糊涂了。今夜我们这里面正在办喜日，哪里来的什么小孽种？今夜这铁匠铺中只有我与女儿2口人，你们一定是弄错了。弄错了，呵呵，是，弟妹，为人不足亏心事，不怕帮衙鬼敲门，他不信，让他们死。
个，我怎么与？你们与不行？是。一个非正出家的王花闺女，哪里来的孩子？你自己命令离家，原是抚养菊花。好啊，菊花许出私生子来了。呸！奸夫是谁？他保命身亡了。保命身亡，谁可作证？谁可作证？我可作证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叫安女。安女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师父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管担保？我管担保。你用什么来担保？我就用我家当家族一个人来担保。来呀，将他逮罪，严加问问，再有虚假，一同治罪。是。安女，来呀，把轿子带回去，立旦将我挑回去。戚老爷，戚家，你，呸！弟弟啊，弟弟，你听我说呀，弟弟，弟弟。
姊妹是亲不离，是我阿女没把儿子葬好，连累你们哩，师父都怪我阿女不好。
二叔公。哼，谁是你的二叔公？为了你，我挨了打，又干了立正之责。你这个害人的亚种！说什么人？啊！你尽管进贼！小杂种，我饶不了你们，等着捆吧！宝儿，你回来啦！你看你衣服湿透了，牙齿也弄脏了，这脸上污一道紫一道的，你在梦幻中是怎么都死的？妈妈，我不要这事了，不许这么说话。一定是你不用功，和别人顽皮撒我。谁是我不用功？谁是我顽皮撒我？那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？我，喏，他是真是假你怎么哭了？宝儿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还不快快讲嘞！妈妈，好比言归为云，无根筋，特是比肩亲弟弟。跟妈妈儿的祖宗姓什么？跟妈妈儿的弟弟在哪里？他问我，我问谁？我比宝儿心更急，只盼夜梦开做人，可等8年无消息，殷勤要向宝儿讲。他哥俩鱼儿飞舞去，我还是拿出经书讲故事，讲了故事这地宝儿，来，妈妈请你讲一个经书的故事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这经书是什么呀？讲啊，这经书是亚暖人送的臭东西啊！你给我再说一句，人家都是这样说的。别人思想，一空。
门外是谁呀？四妹，阿二哥，你又来这人啊，叔叔，叔叔来了。叔叔，你挑的是啥东西？送上一袋。叔叔真好。好什么？当天叮当响，穷得响叮当。喏，老公兵啊，真香！妈妈，我去烤烤年，今天吃啊。宝儿，宝儿。四妹，阿二哥，你又来了。四妹，有件事心里藏了8年了，真比隔着块霜的老天还难受。什么事？说吧。要是我讲错了，你可不要笑我啊！我不想你。难忘你，见你永为做家珍，难忘你写送送看顾看病，把你来一句话儿难承认。自无待我心明，可叹我好比白布落床干，连累姑姑心无人，劝你走路绕开走，年生是非。
快开门呀！是二岁。二岁，明月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儿子什么？哎，这个杀千刀的，他请阿姨此事保护着你，别扯着官府，将他抓去从军，到苦院去了。啊！阿娘啊！哎呀，明月！明月，你就快到城去吧。那个上天黑的东西，得了一笔银子，又叫你怎么没进去哟？天哪！明月，快带宝儿到城去吧。叫不出人来，那只好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唉，是得罪了风声，放他到罪地。是我啊，你害死了大伯，又将你亲生女儿卖进厂门，天理难容。你坏了我的塔子，扶起来，将你也埋了。你啊！快救人呐！快救人呐！
我叫柳儿，当年你家那位姑娘呢？姑娘在那风雨夜中，这姑娘正在门前收养了一个婴儿。这婴儿乃是我柳家之儿。你们是？当年我家老爷被奸人陷害，如今药一平方，光复一品。我们是专程来迎接少公子为夫娶的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我柳儿等着你们好苦啊！夸夸请起，有话慢慢讲来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那一年我这女儿求为你家少公子，被恶人发现，灭告官府。我这女儿抱着少公子四次逃奔，可怜我阿姑被官兵打得吐血身亡，我儿妻被别人家丧生了。你们一家被我孩儿牵连苦了。到了少公子8岁那年，富春江上山洪爆发，我这女儿你家少公子不幸双双落水，被大浪卷走。你还怎讲？葬身水底了。我那苦命的这女儿有恩公，难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，下官待我儿像恩公一般。不管老爷，我柳儿为报
忠良之儿，谁家仆人亡，绝无怨言。刘恩公，下官若要你一同上京，日后定算保举于你，不知恩公可愿同往？多谢老爷夫人。师太，讨口水喝喝。施主稍等。谢谢师太。阿弥陀佛。牛大人不服拜子，堂上堂下，院内院外，小心伺候，否则也无。员公今曾开口去世，老夫受命自考，历届英才，因蒙王长洪之请的，恭喜了。两生此番称为姐弟，金榜题名，全当刘大人教恩。哈哈哈哈哈！言去。言去年少若欲芳，在我恨也去于行。若比成长尽思弱，朝中喜得一动两。蒙恩师他故乡，自己也不路漫长，鸳鸯先辈报国子，在即安慰记心房。这个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位大人怎么好像是他？莫非他改名换姓得中功名？恩公何事？老爷，王大人、张大人在下死亡不见。知道了。啊，言妻，你吃后蛋稍收。陈言哪里？老爷，此后牛大人去往后堂，请老夫人陪老夫暂备贵客。是，牛大人请。恩子一声高退。
拜见老夫人。上元公免礼。年边这位上元啊，自在相思条房。他与老爷年少时，英勇相貌一不样。老夫人两眼出人将我放，看得我脸红心跳安惊慌。我本是被人唾骂的私生子，明日令他先人不忘，为求功名尽考上，我改名换姓黄报家乡。莫非他曾称我是冒名人？他是他如此朴然要找我家。上元公启用他。老夫人请。上元公今年贵庚多少？虚度年华，18岁，18岁。不知上元公爹娘可好？家日何方？老夫人。牛家庄，自有逃难走四方。父亲亡故娘远在，他是故千数年文的绣花娘。不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儿啊！老夫人，你上元公，当年我家还是在异乡，倘能长到18岁，定与你一样聪明，一样英俊，一样清明，历经吧。怪我想儿发自心，出家门生当儿原来如此。老夫人，哦，是喏，老爷说小姐她，
是冤家小刘宝，如今他改名换姓，谎报家门，中了罪名闯冤，这便是何事？好，张员公意下是何？也曾多谋老夫人的爱，此恩此德，永记心为。是此说来，张员公是已原了。老夫人婚姻大事，也曾不过王庭，还是先为嫁娶，叮咛母亲。张员公真是个有才有德的小子。是啊，婚姻大事理当听从父母之命。啊，你母亲言在何方？母亲今日在大清山下自作安坐。大清山下自作安？是他，今日解放之中，可有惊人大地开阔的消息？报单已经张贴了，那上面可有我宝儿的名字？我已仔细看过3遍。哎呀，若是有个3长2短，随我怎么向他爹娘交代呀？不，我得趁早去找他回来。他果然在这里。呵呵。
了。陈爷，小姐的婚事只等常远国为子之爱，定命他夫人，便可择定佳期。明日4次亲访，绣花能收，冠绣加上，办得伺候了。老夫人一切都已办妥，请老夫人到西楼亲自过目，一个个都是手里朝廷，就像那天堂之女下凡一般。夸口。调养身体的补品。哎呀，这是我受当不起。老夫人也偏心你，大圣不必退让。老夫人还要你长女辅助你。多蒙夫人也偏好意，可惜还要去寻找我那进京赴考的孩子，不能在此久留。呀，这倒巧了，我家老爷乃是自考大人，大圣要问上京赴考的公子，
舅老爷一查名册便可知道了。你家老爷？大圣放心，我家老爷是个保护忠良，老夫人是个菩萨心肠，待我们可好了。你看我家小姐虽是儿女，可比亲生女儿还要亲你。小姐原来并非老夫人所生，老夫人的亲生孩子从小就断了了。恰是为何？18年前，老爷夫人被奸人陷害，亡命途中只得将刚满月的小公子丢在那父亲江旁。老爷复婚之后，争取当地人民公子，可惜他早就不在了。莫非就是他？大圣，你是什么？大圣，我看你好像还有什么心事。陈姨姑娘，老夫人待我人好，无以报答，我想送她一副绣架。这副绣架乃是我花了18年心血绣成的。那好啊，你快点起来，我去请老夫人。想不到他没有被烧死，反倒进了相府，这下完了。这便是我是好，这，此间有他们我，有我们他。是你，信人莫信人，受人到自己送上来了。哎呀，女饶了我吧！我这里有往近8人与你对半分了。少啰嗦！我且问你，明月母子被你逼到哪里去了？他们在相府之中。那好，前面带路。嘿！看你往哪里走！
生，我儿夸夸张张请吧。母亲，总以为今生再难相见，谁知是何去不来，喜从天降啊！是啊，今日乃是山西临门，已上合府中去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爷，夫人，宝儿，恭喜你们一家过着团聚，鸿福无边。18年来，也在我心上的千斤石头，总算放下了。如今我身体已经复原，我该走了。母亲，你说什么？宝儿，我要回去了。哎呀，恩人，这怎么是的？恩人，从今之后，你我就是同亲姐妹一般，同在府中共享天伦之乐。夫人美意，我心领了。恩人，母亲。宝儿，你可记得杨柳村边还有我爹爹的坟墓？我已于10年必须上坟了。还有我那可怜的女姑，也不是他自己生来无法。好宝儿，你就把我走了吧，恩人母亲。娘
情？禀太夫人，有人送来一件东西。是你？他已走了。打开尘封的记忆，聆听岁月的吟唱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走进光影流声，让我们一起循着印刻在胶片上的斑斓影像，去找寻那份永恒的感动。在今天继续咱们的三国话题之前，我想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脍炙人口的宋词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崩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